大家想要做厨师的人，如果想要有一项自家的店，今日的主角冯丽丽，你喺介门安尼嘅梦行业新加坡做下。旅行当中，以独到的轨道主厨，相互交流，感觉好加起劲。我觉得他们都需要赶快把它学会。路天马嘅路忙是见怪嘅时节，阿伟林寻到一个青春有嘅东西。阿伟林的衣服为季节末，还系有为新方向呢。